姚柏良議員。多謝主席。對於局長剛才提到，即係我哋係希望用一個試點嘅方式，引入新嘅制度，去加強呢啲嘅熱門嘅郊遊同埋露營嘅地方嘅管理。呢個方向我係認同嘅，因為事實上大家知道，而家熱門嘅嗰幾個地方咧，我哋講緊呢個浪茄、西灣、鹹田灣，熱門嘅共通點係咩咧？就因為大家都喺沙灘上邊露營嘅，沙灘上面紮營。咁有別於其他嘅營地，其實如果全港咁多嘅營地，你話全部都一齊去實施嘅話咧，其實即係你要派人去嗰度，就算你預約都好啦，你要去核實，要去做一個嘅即係認證，都係一個好要去好多人手嘅地方。咁其實我就想問一問局長咧，即係呢個共通點啦，呢三個熱點嘅地方其實同貝澳海灘咧幾相似嘅。嗱，貝澳當然唔係喺沙灘上面紮營啦，係喺沙灘邊上面紮營嘅。但佢嘅好處咧就係康文署去做呢個，即係當其時解決呢個問題咧，就係佢分開咗一格格，有咗規劃，有咗啲基本嘅配套，而令到嗰個預約制度咧可以能夠更有效咁實施。咁呢方面唔知局方咧有冇個考慮去做一個咁嘅一啲配套嘅改善，或者同埋引入一啲剛才劉業強議員所講嘅一啲市場嘅力量，去加強呢方面嘅工作。多謝主席。局長。好，多謝議員你嗰個嘅問題同埋建議。你所講嘅其實都係我哋探討嘅一啲嘅方向。咁之所以我哋話要用試點嘅方式嚟到去做咧，一方面就係因為我哋希望用漸進式嘅方式啦，以免到時即係造成一啲訪客一啲嘅大嘅混亂咧。咁另一方面就係咧，我哋都其實見到就係可能有唔同嘅方式去做嘅。當然我好希望咧，我哋可以係能夠係引入市場嘅力量，因為我覺得呢一個咧係一個健康嘅發展，亦都可以令到咧我哋有一個嘅產業嘅發展。咁但係做唔做得到咧？我哋真係要試一試，因為咧我亦都相信咧就係咧業界都想試下個情況。如果你叫佢突然間簽一個長嘅合約，要管理好多嘅營地，但係發覺到時咧經濟上做唔成，做經濟效益支持唔到嘅時候咧，個困難都大。所以我哋想用試點嘅方式。你提到貝澳或者其他，甚至我哋都請咗漁護署咧去參考一啲外國同埋內地一啲嘅管理模式。咁我哋希望試下唔同嘅方式，睇下邊一啲嘅地方咧更加係適合我哋香港喺呢一度嚟到去做。一方面咧係可以咧係令到保護得更加好啦，大家亦都令到旅客咧可以有更好嘅體驗啊咁。咁兩方面都係我哋嘅考慮嚟嘅，所以我哋希望用試點方式。或者會後如果係議員你有咩其他好一啲嘅建議啊，我哋可以其他亦都係好樂意咧，我哋詳細喺一方面咧嚟到大家溝通一下嘅。多謝主席。